21日上午，国民党4位台南市立委参选人做伙来到选委会登记。在完成登记手续后，4位立委参选人在党籍议员以及支持者陪同下，做伙画出下架贪腐、远离战争。下架贪腐，远离战争。今天呢，我们国民党拿着党籍的4位候选人，参加了这个已经完成了登记的手续，盼望1月13的时候，我们能够带起下架贪腐、远离战争的这样子的一个投票的风潮，让中华民国长治久安，让两岸和平共存，也让贪腐的民党政府下台。彭冲是一个新人，所以新人我真个自己今朝基层，教阮大家台北乡亲是多少半暖，是讲这道的确是需要一定的改变啊，请大家乡亲是多支持。随着选举日子愈来愈近，蓝白合不合也是支持者关键议题。国民党台南市第3选区立委参选人姚振宇就表示，不管蓝白合不合，伊也希望国会民进党袂当过半。因此，台南拿均每一席立委席次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不是为了家己，是为了后代子孙。国民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不管蓝白合不合，我希望国会民进党都不能过半。所以台南每一席立委对国民党来讲，对台湾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只为我们，也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立委一定在台南突破障碍，我们就一定可以得胜。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陈以信表示，这次台南4位党籍立委参选人共同来登记，是向正要来重返执政，展现翻转台南的决心。国民党4个候选人在这边齐聚一堂，共同的来登记来参选，就是象征我们要重返执政，我们要翻转台南的一个决心在场我们还有很多台南市议员跟我们共同我们一起团结向前行。我们这一次的选举一定要下架民进党，上架国民党。陈以信强调，这次选举，台南4位国民党的参选人拢有共同的目标。为了台南、台湾以及中华民国，因会持续努力打拼。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